真侪人拢讲我甲藏风书是老战友啦，是啊，但是绝对唔是老战友，阮是死对头。哦，死对头，杨素兰，你是安怎走去美国甲我 Facebook 才转来？我都想讲哦，找一天啊，用一台无人机哦，甲你轰炸。你要找无人机甲我轰炸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老文聪做人的宗旨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哦，甲即马还搁要用汽油甲番仔火，拜托的，即马就是无人机啊。讲到重点咯，杨素兰，你有去美国，你有生智慧，我永远踮伫本土台湾，那这点我就输互你了。我去啊，即马唔是 Face Off， 是用 Facebook。Facebook 就是 Facebook， 就是你。我唔对，台湾霹雳火的结局，我就是去予邢素兰1000甲我收拾单掉。我老文松永远会记得迄天咱咧拍戏，邢素兰真正真歹，真正1000甲我单掉。我要送伊一桶汽油，一支番仔火机，这个决心永远是袂改变。但是可能要伫咧第2出才来出现啦。第二出咱就足期待啊！